后来疫情紧张，真侪乡亲惊这个疫情会过来扩大，开始来囤粮草。讲有袂少人到大卖场抢买物件，像这个青菜、泡面、罐头、水饺，总行售价空。民众入去连锁量贩店，讲要买菜，准备转去做料理，想要入到青菜区，差不多互买了去啊。行去泡面区，搁较咸，只剩一碗的泡面尔。因为疫情影响，大家拢会惊，拢买转去囤，和真侪较晚到的民众拢买无。大家都空了，我买不到，觉得说。大家有那么紧张吗？泡面全部扫光了，没有了，已经没有泡面，然后还是会有食物，不需要急着去囤那个，因为毕竟家里冰箱也没那么大的空间可以装那么多东西啊。大部分的民众拢想无，认为讲疫情对物资的影响无遐大，无必要受济买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入去量贩店的人有增加，即摆要买物件，拢都爱留资料，一般消费者拢真配合。然后进去的话就是扫 QR code， 然后喷酒精这样子啊，也有用纸本写的，不然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还是要多保护好自己，这样子也保护别人。针对消费者收济买物件这个现象，政府嘛呼吁讲，目前的民生物资甲防疫物资量拢有够，请民众安心，唔免买遐济。